Hello，大家好，歡迎嚟到轉化 Channel to Transform，我係 Nicholas。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呢篇文章叫做我信任自己的內在智慧。聆聽你的內在指引並付諸行動，這是通往健康及幸福的道路。記住，你的健康必須由你踏出第一步。你的免疫系統會根據你照顧自己的能力從中學習，而你的細胞也正在透過你的想法和信念來學習。念誦以下的肯定語：我愛護並照顧自己的內在小孩，我信任自己的內在智慧，想拒絕時就拒絕，想說好就說好。每天都在指引下做出正確的選擇，神聖智慧持續引導我，讓我明白什麼適合我。每一天我都會重聽自己的指引，我的直覺永遠跟我站在一起。我相信直覺隨時都在，我是安全的。我為自己發聲，想要什麼就開口請求，我要拿回自己的掌控權。好多時候我哋都會因為生活上面嘅種種啦，而去害怕，覺得自己冇一個對生命嘅掌控。覺得老細壓迫你啦，覺得同事蝦你啦，覺得屋企人好多對你嘅指控啦、怪責啦，覺得伴侶唔信任啦，覺得呢啲通通都唔係我可以控制得到，我嘅人生好不受控。但係正正喺我嘅經驗嚟講，通通都係調返轉。以往我都會曾經經歷過工作覺得好不如意，鬱鬱不得志。但係當我學習，即係當我有一啲靈性嘅學習啦，當我學習正念啦，當我開始自己覺察自己之後，我就發現其實通通都係每一個人，每一個你遇到嘅人都係一面鏡，反映緊你嘅一啲匱乏啦，反映緊你內心嘅一啲缺失啦，或者一啲創傷啦。好似曾經有一個同事，其實我同佢嘅職位係即係大家係同一個 team 啦。大家叫做平起平坐啦。佢唔係跟我亦都唔係即係佢上司定係乜鬼。但係喺唔止一次嘅會議入邊，我好猛憎，或者係我對佢嘅一啲即係諗法啊，佢提議嘅一啲 idea 啊，哇，唔係咁樣諗嘢係嘛？哇，唔係咁樣做嘢喎，你有冇諗清楚㗎？唔 work 喎咁樣。佢喺個台面度俾我即係好似兇啦，或者係鬧到唔敢出聲。其實當然啦，嗰下回想返嘅時候，嗰下其實係幾爽嘅，好似有個人俾我發泄，或者有個人俾我打不還手、罵不還口咁樣。但係當我覺察到自己嘅一啲匱乏之後，我就諗返起呢個畫面，就係我發現其實我喺度鬧緊嘅係自己。點解自己會有時好軟弱啦？喺度鬧緊自己嘅冇諗清楚就行動咗啦。喺度攻擊緊我自己。其實
我嘅表現或者我嘅工作不被認同啦，害怕我嘅工作冇被睇得到。當中如果再拉後啲，其實就係牽涉到自我價值嗰樣嘢啦。所以我成日都話思想創造實相就係，當我睇得見自己嘅價值，當我睇得見自己嘅能力，認同自己嘅能力之後，其實我身邊自然就會有人去認同我，去信任我嘅能力，去俾我發揮。首先係自己睇得見自己嘅能力，唔係依靠其他人。哇，喂 Nicholas 你好得喎，喂你啲諗法好好，喂好有創意喎，你做 case 好有熱誠喎，你好能夠 empathy 到其他人喎。唔係靠外在嘅認同去俾一個包裝自己，而係由內而外。當你了解到自己嘅能力，認同自己嘅能力，擁抱你自己嘅強項同埋弱項，你個自我價值自然就會建立，你嘅盔甲自然會建立，然後別人就會看得見，機會亦都會來臨。所以點解呢個文章係信任自己嘅內在智慧，分咗兩樣，信任同埋內在智慧。我哋每一個人都有內在智慧，我哋每一個人都有內在小孩，每一個人我哋都有我哋嘅價值，而我哋要睇得見，我哋要信任。見過唔同嘅 case 啦，好多朋友都係其實我睇得見佢有啲咩嘅內在智慧，佢嘅優點，佢嘅天賦嘅能力，一啲潛能，但係佢唔信任。好似有啲朋友佢其實一啲療癒嘅療癒師啦，佢可以有能力去通靈啦，有能力去為人去驅除一啲依附住嘅我哋嘅朋友仔啦，一啲嘅靈體啦，但係佢唔相信自己呢個能力，或者係佢對於要去同靈界去接觸係有抗拒，有會褪後，會驚唔係我嘅，唔係我做嘅呢樣嘢，唔係我嘅天賦使命嚟嘅。所以點解佢可能推進一啲嘅工作，或者一啲嘅推進一啲嘅項目出嚟嘅時候，會好似棘住，或者硬係唔能夠順暢地去做到我想要嘅效果，或者行到我想要嘅嗰個距離咧。咁正就係因為你未擁抱晒你自己嘅能力，正當你對自己會有懷疑嘅時候，咁咪綁手綁腳咯。係啊，靈魂藍圖好有趣嘅就係學習嘅靈魂藍圖，由你出世嘅名字其實已經安排好你呢一世喺地球上面嘅天賦使命。你有潛能，同時間你亦都有啲挑戰。嗰時學習嘅時候咧，老師都有教我哋去為人去開解，即係去解讀個靈魂藍圖嘅時候，由挑戰開始講起，因為好容易攞到一啲共鳴啊。成日棘住我哋嘅一啲嘢啦，可能係不被信任啦，可能係不被愛啦，可能係對於建立親密關係會係一啲嘅挑戰啦，可能係揾到一啲長久合作嘅夥伴會係一啲挑戰啦，成日會轉工啦，因為咁樣挑戰係好容易攞到共鳴嘅，因為都會係我哋日常
見到或者係經歷緊嘅事。但係老師都分享，其實就係我哋唔好糾纏喺個挑戰度，因為即係如果淨係講解讀個挑戰，可能用咗成個 section 都未講完㗎，因為好有共鳴啊嘛。咁有好多分享，好多嘅大家會就住嗰個可能點樣俾個舊老細去糟質，去質疑你嘅能力，去不停糾纏喺呢個位咯。咁唔理想嘅呢個係，所以老師都會即係提醒就係挑戰要講，攞到一個共鳴，攞到一個嘅即係大家on the same page 啦。跟住咧就開始講潛能，因為潛能先至係幫你去應對你挑戰嘅地方嚟㗎。有啲潛能可能你已經知道，你已經發掘咗出嚟，因應住你嘅唔同嘅喺靈魂藍圖入邊嘅能量啦。你有你嘅靈性嘅潛能，亦都有你嘅物質嘅潛能。發掘咗、知道咗、明白咗自己嘅潛能之後，其實就對應到一啲挑戰嘅，其實會互相呼應得到。好似有啲潛能係你要成為一個靈性嘅管道啦。好似有啲潛能係你好能夠去做一個教育家，叫做即係去宣揚一啲信息啦。其實可能就係回應緊一啲你面對緊嘅挑戰。好似有位朋友就係佢覺得自己係做一啲對人嘅工作好棘我其實明明好中意做一啲對人嘅工作但係我每逢去分享我嘅一啲知識我嘅可能係教班嘅時候好棘，可能係好難去同人建立到關係好難去同人去即係佢會願意去聽我分享我嘅知識唔係好樂意去參加我嘅班而我睇返佢嘅靈魂藍圖，就係佢其中一個潛能係教育者，不過佢係屬於整理資訊方面嘅。佢唔係佢嘅潛能唔在於係同人去直接去建立同埋溝通。當然可以做嘅，但係佢更大嘅潛能係講緊佢擅長去組織一啲嘅諗法，去將一啲知識去整理，即係可能甚至係講緊佢係屬於學術派多啲。如果要佢去即係由 A 加 B 去整理一個新嘅學説翻嚟，其實佢好擅長，都好能夠整理得到。當我咁講嘅時候，佢叮一聲，佢發現，咦係喎，我要去做一啲文字嘅整理啦，去寫文啦，其實我好有動力啦，我好有興趣啦，而同一時間寫出嚟嘅文章係有人去俾 like 去 share 出去嘅。咁佢係咪做緊教育工作？佢係咪做緊對人嘅工作？都係，不過就更加係在於佢嘅一啲潛能啦。係當佢發揮到佢嘅潛能，其實自然就會克服到一啲挑戰。翻嚟個文章度，其實就係當我哋明白我哋嘅潛能喺邊度啦，當我哋明白我哋乜嘢啱我哋，好似個肯定語嘅第二段。神聖智慧持續引導我，讓我明白什麼適合我。當我哋開始去願意覺察，開始接納自己嘅一啲能力，同時接納自己嘅一啲限制，其實就自然會揾到嗰個道路，揾到嗰個指引。亦都會好似吸引力法則咁樣。吸引到一啲欣賞你、認同你、願意向你送出愛、願意俾機會你見到你光芒嘅人出現啦。係啦，咁呢個就係今日嘅分享啦。咁陣間就會帶大家有一個 meditation 啦，都邀請大家可以先揾一個舒服嘅坐姿，無論係坐喺床啦，坐喺凳啦，
最好有一個依靠，無論係牆壁啦、枕頭啦、凳 pan 啦，都係有依靠嘅。有一個舒服嘅坐姿啦，同埋可以準備定一杯水啦。咁我哋都鼓勵做完 meditation 補充多啲水分啦。咁我哋就開始我哋嘅今日嘅 meditation。好，邀請每一位閉上你嘅眼睛，你可以放下你嘅眼鏡，你手上面嘅手錶，你嘅電話，清空我哋雙手，留意住你嘅呼吸，留意住每一個一吸一呼。留意住吸氣嘅時候，你嘅胸口同肚皮會向上升；呼氣嘅時候，你嘅身體伴隨你嘅膊頭微微向下降。嚟多一次，吸氣嘅時候，胸口同肚皮向上升；呼氣嘅時候，膊頭向下降。留意住你背脊嘅依靠，我哋每一個人都可以放鬆，我哋每一個人都有依靠。你可以放鬆，依靠住你背脊嘅，不論係牆壁、凳 pan、枕頭。容讓自己有一個少少嘅依賴住你背脊畀你嘅支撐。呢個係看見自己內在光芒嘅一個 meditation。想像我哋每一個人嘅意識喺我哋嘅腦嗰度，就好似一個小光球。呢個小光球好活潑，好好動，對世界好好奇。呢個小光球可能係白色，可能係藍色，可能係金色。你可以先望下你自己意識嘅小光球，佢係咩色？我哋嘅小光球喺我哋嘅大腦嗰度，照亮住我哋嘅腦袋，令到你可以望得到你個腦入邊嗰個空間，嗰個世界。我哋意識嘅小光球，由我哋嘅腦往下望，望到我哋嘅心。你嘅意識小光球由你嘅腦慢慢向下降，所到之處，將你身體、將你入邊嘅細胞、入邊嘅器官都會點亮，都會發光，點亮你雙眼，點亮你嘅喉嚨，一路去到你嘅心。你嘅意識小光球就好似幫嗰個空間撳着個燈掣咁樣，令到你嘅內心發光。
係溫暖嘅，係有力量嘅，有啲光芒係好柔和、好舒服，令到你嘅人，令到你內心會感覺溫暖，感覺實在。呢個光，你嘅意識小光球，由你嘅心去到你嘅肚皮，點亮你嘅胃啦、腸啦，幫助你未來消化，無論係食物定係情緒。呢個意識小光球一路去到你雙腳，去到你嘅大髀，去到你小腿，直到未來每行一步都係實在嘅，係穩陣嘅，係踏實有力量嘅。意識小光球點亮埋你雙手，令到你未來知道你可以捉緊每一個嚟到嘅機會，你可以攞起每一個嚟到嘅欣賞，每一個嚟到嘅關係，你都有力量、有信心去捉緊、去擁抱。呢個意識小光球去返你嘅內心，呢份愛係來自於你內在，話畀你內心聽，為你全個身體所有細胞、所有器官送出愛。我愛我身體嘅每一個地方，我愛我每一個嘅強項，每一個嘅缺陷，我愛我每一寸嘅皮膚，我愛我自己。我哋嘅內在光芒係由內而外散發出去，讓人看見。首先要讓自己看見。首先要信任我哋嘅內在光芒、內在智慧。將你嘅注意力放返喺你嘅呼吸，留意住你每一個嘅呼吸，每一個一吸一呼。我哋嘅光芒會繼續持續喺未來嘅日子照亮我哋，由內而外照亮我哋。邀請每一位喺你兩個嘅深呼吸之後，慢慢返嚟呢個空間。OK，歡迎每一位。記得做完 meditation 之後呢，飲返啖水，補充水分。我哋每一個人都有我哋嘅光芒啦。我記得曾經有一位朋友同我講，就係識咗好耐，由初初認識我嘅時候見到我嘅光芒，到隔咗一段時間再見到我，佢話我見唔到你嘅光芒啊，你嗰個魅力睇唔到。
嗰陣時我仲未有任何嘅靈性嘅學習，我唔係好明佢講乜。但係當依家回想翻嘅時候，佢講呢句説話嘅時候，就係我最低谷嘅情緒，最唔穩定同埋最低潮嘅時候啦，喺2018年啦。所以都感恩即係有身邊有呢啲嘅朋友嘅出現啦，令到我學習去謙卑地去望翻自己，去審視自己，有一時間都要承認自己嘅嗰個狀態唔好啦，咁咪揾方法咯，係啊，而且 OK，唔 OK 嘅時候咪就揾方法，唔 OK 嘅時候就係承認自己唔 OK，唔好攬太多嘢上身，嗰刻就係做最基本做最少嘅，其實已經好好。好啦，咁今日嘅分享嚟到呢度，感謝大家嚟到轉化頻道 Channel to Transform， 記得 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嘅頻道，嚟緊再有片就會話俾你聽。好，遲啲再見，拜拜。